各位街坊鄰里，今日我要同大家閂埋門，傾啲真正掏心窩子嘅重磅消息。呢個唔係同你哋講笑，亦都唔係講啲無關痛癢嘅八卦，而係真真切切關係到每個普通家庭生死存亡嘅荷包。而家有一種專門盯住我哋老百姓落手嘅惡毒圈套，好似瘟疫咁喺全港悄悄蔓延。呢個就係令無數人心惡痛絕嘅快遞包裹騙局。呢幾年呢類案簡直多到令人頭皮發麻，受害者由啱啱出社會嘅後生仔到滿頭白髮嘅老人家全都有，尤其係我哋嘅長輩，簡直成為咗騙子眼中最容易上鈎嘅肥肉。有人辛辛苦苦賺咗一世嘅安老錢，可能就喺嗰一兩分鐘嘅疏忽入面，被騙子徹底搬到清光，眼白白睇住銀行卡餘額歸零。嗰種傾家蕩產嘅絕望感，絕對唔係我喺度聳人聽聞。今日我就是要帶大家徹底睇穿呢啲騙子到底係耍咗咩手段，又是點樣一步步偽裝成普通快遞，將你同家人嘅血汗錢偷走。大家千萬要打起12分精神，一字不漏咁聽到最後。睇完之後一定要記得轉發俾屋企嘅老人家，關鍵時刻呢幾分鐘嘅叮囑真係可以救命，可以保住一個家庭嘅安寧。好多人總係覺得自己夠精明，平時睇新聞都幾多，覺得嗰種低級騙局點可能呃到我？但係你要知道呢種快遞騙案最陰險、最高明嘅地方就係在於佢完全係生喺你嘅生活習慣入面。試問而家邊個唔網購？邊個一個月唔收返3、5、7個包裹？久而久之，收快遞早就成為咗一種完全唔需要經過大腦嘅本能動作。聽到門鐘響，隻手就自動伸過去攞筆簽名，大腦甚至仲諗緊晏晝食咩，靈魂早就出咗竅。詐騙集團就是死死盯住咗呢種心理上嘅空檔，將陷阱埋喺最日常、最平凡嘅動作入面，趁你完全冇防備，甚至仲同鄰居傾緊偈嘅時候，猛咁俾你一記重擊，令你防不勝防。喺揭露嗰啲具體嘅污糟手段之前，我哋先嚟幫呢啲毒包裹畫個像。以後唔理係邊個送到你面前，只要你簽收之前發現有以下呢3個特徵，一定要好似避瘟神咁避開佢。第一，寄件人嘅信息好似霧又好似雨，虛無縹緲。正經嘅商家寄嘢係恨不得將名號打得響亮，快遞單上邊間鋪咩聯絡電話、具體發貨地址喺邊係一清二楚，但騙子嘅單上面通常只咁寫個網絡商家或者是 QQ 之類嘅模糊詞彙，無具體名號、無電話，亦都無地標。呢種連真實身份都唔敢露嘅包裹，心入面肯定有鬼。第二，物品名稱寫得極其敷衍，簡直係喺度侮辱你嘅智商。正常商家寄衫就寫服裝，寄電器就寫小家電，而嗰啲詐騙包裹嘅單上面，往往只係寫個配件或者是生活用品。呢種籠統到極點嘅描述，就是為了令你產生好奇心或者自我腦補。你望住個盒，心入面囉囉攣，根本唔知入面塞咗咩貓膩。第三，金額設定得非常詭異。如果是到付包裹，金額偏偏係一個988蚊或者是299蚊，呢類帶有零頭嘅數字，你就要留神啦。呢種定價係喺度故意模仿電商搞活動嗰陣嘅打折價，利用你嘅記憶模糊，令你產生一種我之前係咪參加咗咩滿減活動，或者是搶購咗啲咩嘅幻覺。騙子就是在利用呢種心理，令你喺不經意間，甚至係喺催促聲中，就將幾百上千蚊交咗出去。跟住落嚟，我哋要深度傾下幾種真實發生過血淋淋嘅詐騙手法，每一個都係前人嘅血汗教訓，大家一定要記牢。首先就是嗰種最常見、擴散面積最大嘅幽靈包裹，騙子會大面積咁散網，寄出嘅包裹金額通常都唔大，可能就幾十蚊。佢哋賭嘅就係你貴人多忙事，或者覺得幾十蚊唔值當折騰，費事去查賬單，等你俾咗錢，滿心期待咁拆開睇，
入面可能就是個斷咗毛嘅爛刷，或者係一盒三無品牌嘅劣質牙膏，甚至乾脆就是一個空盒。呢個時候你反應過嚟想退款，對唔住，單上面嘅電話永遠打唔通，網址點開亦係一片空白。呢種細額騙局每日都喺成千上萬個家庭上演，計反騙子個賬上每日進賬嘅都係天文數字。其次係嗰種高價貨品嘅偷龍轉鳳，專門針對貪心嘅心理，騙子會喺社交媒體上面大打廣告，話名牌袋或者新款智能手機只要白菜價，等你心動落單，選擇貨到付款，快遞送到嗰陣，包裝睇落特別精美，甚至仲有假冒嘅品牌、防偽標同埋禮盒。你懷住執到大便宜嘅心情，俾咗幾千蚊，手都震埋，可以拆開一睇，入面唔係地攤上面嘅劣質假貨，就是幾支礦泉水。而嗰時人嘅人初，可以人係一個啦，人嘅差個啦。呢個甚一個人嘅熟沙捱個仍係時音幾隻。第三種係近呢幾年越來越猖獗嘅數字技術陷阱。你會收到一條短信，語氣非常官方而且嚴肅，話你個包裹因為地址唔全，冇辦法派送，或者話包裹被扣留咗，要求你掃碼確認收貨。你呢一掃，噩夢就開始啦，手機可能瞬間就被植入咗高級木馬，或者跳咗去一個足以亂真嘅假支付網站。只要你喺上面輸入咗銀行卡或信用卡嘅資料，騙子就會喺深夜你熟睡、警覺性最低嘅時候，神不知鬼不覺咁搬空你個戶口。等你好，第二朝睜開眼，收到嘅只有銀行發嚟嘅扣款通知。仲有一種係冒充官方信息嘅心理攻勢，佢哋甚至連實物都唔使寄，直接發短信息話你個包裹涉嫌違禁品被海關扣咗，或者是地址嚴重錯誤，要求你點擊連結限時更正，否則就要退回或者罰款。呢啲連結做得極之專業，發件人顯示嘅名稱、顏色，甚至可以偽裝成官方平台。你一最急點入去，所有嘅個人隱私同埋財務資料就直接送咗俾騙子。呢種詐騙手法針對嘅就是現代人嘅生活節奏快同埋對官方系統嘅敬畏感。第五種叫錯寄包裹嘅同情陷阱，呢種手段專門恰嗰啲心地軟嘅老實人，騙子會打電話過嚟，把聲聽落去又誠懇又焦急，甚至帶埋鹹腔，話自己唔小心將寄俾重病朋友嘅包裹寄咗去你屋企地址，而家快遞員已經到咗，仲未等你反應過嚟，對方就開始哀求你，先幫手墊付一下100-200蚊嘅到付運費，話自己馬上安排人嚟攞返，同埋將錢還返俾你。結果你心一軟，墊咗錢，簽咗字，嗰個承諾要嚟攞貨嘅人呢世都唔會出現。你嘅善良直接變成咗騙子戶口入面嘅紅包。最令人心酸、最卑劣嘅，莫過於針對長輩嘅驚喜詐騙。騙子透過非法渠道搞到咗你哋嘅家庭信息，然後打電話俾屋企嘅老人，佢哋冒充係你把聲或者你嘅好朋友，話喺網上買咗高級燕窩或者是名牌按摩椅寄翻去，話係俾父母嘅一點孝心，俾佢哋一個驚喜。老人家聽到仔女咁懂事，係又開心又欣慰，眼眶都濕埋。呢個時候，騙子話風一轉，話禮物到咗，但由於係進口嘅，要交幾百蚊嘅關稅或者附加運費。老人為了唔想你操心，二話唔說，翻箱倒櫃位，出積蓄就簽收咗。等到真正同你通返電話，先知道全家都被呃咗。呢種利用親情同埋信任嘅騙術，簡直係喪盡天良，必須要同屋企嘅老人反覆交代。最後一種是中獎包裹嘅連環計，你突然收到一個包裝非常華麗嘅包裹，拆開入面係一張印刷精美嘅中獎通知書，話你抽中咗豪華轎車或者是100萬現金大獎，但領獎之前要先交幾千蚊嘅手續費或者個人所得稅，
好多人一睇到嗰個金燦燦嘅獎字就昏咗頭，完全唔記得咗自己根本冇參加過任何抽獎。等錢轉咗過去，對方即刻人間蒸發。講咗咁多，我哋到底應該點樣保命？點樣守護屋企嘅血汗錢？第一，必須要養成二次確認嘅習慣。任何需要俾錢嘅包裹，俾錢之前先問自己三個問題：呢件嘢係我買嘅嗎？係屋企人買嘅嗎？如果都唔係，咁佢係邊度嚟嘅？只要有一丁點懷疑，就算快遞員喺門口催你，你都要馬上打電話問清楚。全家人都冇買，那就是詐騙，直接拒簽，唔好有任何心理負擔。第二，請大膽行使你嘅拒絕權。你要知道，面對任何來歷不明嘅包裹，你擁有100%嘅拒收權。你唔需要向任何人道歉，亦唔需要覺得唔好意思。快遞員見多咗呢類事，你直接話唔收就得，千萬唔好驚麻煩到人，或者驚尷尬就勉強簽收。只要你一簽名，呢筆賬喺法律上就好難追得返。第三，死守數字防線，警惕任何數碼同埋連結。包裹單上面嘅二維碼或者短信入面嗰啲莫名其妙嘅連結，一個都唔好點。想查物流進度，自己去官網上面搜單號，千萬唔好順住騙子俾你鋪好嘅路行，嗰度係通往懸崖嘅路。第四，養成驗證對方身份嘅鋼鐵習慣，只要喺電話入面提到錢，唔理對方話自己係邊個，就算自稱係警察、醫生或者是你親生仔，都要先冷靜咁掛斷電話，然後用你手機入面傳嗰個號碼打返過去，唔好順住對方打嚟嗰個號回撥，因為嗰啲號多半係經過軟件偽造嘅。最後我想再次叮囑大家，睇完呢啲，千萬唔好覺得你自己好遠，覺得呢類事唔會發生喺自己身上。騙子就是利用呢種大意，請一定要抽出少少時間，耐心地、反覆地同屋企嘅長輩傾吓，將呢啲騙子嘅新花招同埋應對辦法講俾佢哋聽，就好似講故事咁。只要屋企有一個人可以保持清醒，就可以喺關鍵時刻拉住全家人，守住嗰一世嘅辛苦錢。